乡亲继续收看《华视台语新闻杂志》。随着台湾进入高龄的社会，长照的问题嘛困扰未少的民众。根据统计，目前全台湾大约有80万的适龄的人口，每一个适龄者平均都要用将近10年的时间来照顾。俗语讲，久病床前无孝子，长期照顾病人是真忝头的代志。因为长期照顾病人引起的悲剧。台湾去年就发生22件，也毋过讲会当另外运用到长照2.0的资源，其实会当相当的程度来减轻到照顾者的压力。问题是长照2.0在2016年的11月正式来实施了后，为什么大部分的民众也是无法度感受到长照政策的协助呢？民众阁要安怎来善用这个资源呢？政府的长照的政策，阁要安怎来改善，才会当打进民众的需要呢？咱做伙来探讨。常常会忘掉事情以后，就通通怪罪于你。是当彼此的情绪僵在那里的时候，其实是很辛苦的。老爸，起来了没？要起来了，准备要吃饭喽。行入去房间，叫醒咧困的爸爸，帮爸爸加一领外套。这是56月5中1平常的一天。有行动不便的爸爸去便所，翻头才去叫醒弟弟，陪弟弟去洗手间洗面。一天过一天的照顾生活，是伊伫53岁之前都唔捌想过。说老实话啦，我以前就是看报纸有一些比较不好的新闻，我会觉得说，奇怪，那些人怎么会这么笨？怎么会这么想不开？那可是呢，当我退伍以后，然后接手爸妈还有弟弟的照顾工作以后，自己照顾了才会晓得，那真是一件心力很憔悴的事情。3天前，活跃30天的5中1对群众退伍，原本打算要开始清闲的下半场人生，想未到爸爸弟弟帕金森氏的症状，弟叔轻度失智失灵。妈妈因为糖尿病甲肌少症，健康愈来愈歹，加上原本就因为脑瘤造成视力甲智能障碍，弟弟拢需要照顾。一时阵变成是每天一个顾3个全职照顾者，日子一过就是3天，实在是真辛苦。而且你每天都忙在这个吃喝拉撒睡这些日常生活之中，你根本没有自己的生活的时间空间，你也没办法去思考。长此以往的话，就会陷到这个泥淖里面，所以说难免会有比较悲观还有负面的想法。为了照顾厝内人，每天的生活亲像干落同款，动无停，压力甲心酸，互伊的情绪是根本无法度控制。有一回带弟弟回诊的时阵，甲后进的民众爆发冲突，才发觉家己的身心已经出现状况。今天又不是没有位置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已经跟你说，请你让我弟坐，我跟他说他是盲人，看不到。他就不吭声不理我，当场就爆发，就吼他。半个钟头以后换我进去以后，他们就窃窃私语嘛。医生跟那个护理师窃窃私语。医生说：“是不是刚刚就是在外面吼那个？”护理师说：“对，就是他。”然后医生就说：“你等一下跟他讲哈。”然后出去以后，个管事就跟着出来说：“你知不知道申请长照2.0？”我说：“不是长照2.0，就是要失能或是瘫痪在床上的人才能申请吗？”他说：“不是啦。”他就很详尽的帮我解说。好，来，好，那我们开灯。好，伫个案管理所协助下，不到1礼拜时间，长照资源迅速介入，中迄个生活就亲像鸡丝箱左右手。个管司嘛将3位厝内人的服务资源整合，除了居家服务，也有周末的哮喘服务甲居家复健，一个月是开6000块，中迄个生活品质就此反转，厝内氛围冒起色。哇，爸爸今天好厉害哦，第1名哦，可以去比赛了，赶快加油！他笑了，然后妈妈就会笑了，这样，然后就那个气氛就会好一点。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居家的服务员，有时候除了说是在做这些服务以外，就是让他们多跟人群多一点的接触，然后多了一点接触的话，他们那个心情自然就会一点点的改善，这样子。56岁的吴中一曾经因为照顾双亲和弟弟，身心俱疲，心力交瘁。在使用长照2.0的服务项目后，总算有了自己的喘息空间，生活也不再因为照顾家人暗无天日。
即摆中医毋若伫红十字会担任志工，嘛有搁较侪时间陪伴太太甲囡仔，嘛计划报考博士班。伊嘛以过来人的姿态，勉励所有家庭的照顾者，毋通惊歹势向外求助。不要觉得难为情，不要觉得不好意思，一定要勇敢的站出来，然后接受政府的一个帮忙。长照2.0还没有进来之前，我说这个每天愁云惨雾，这个印堂都是发黑的，自己都会看。这我照镜子就一块黑的在这地方，脸都黑的，真的是感觉从地狱变到天堂，真的是这样的。挥别秋云惨雾，人生渐渐看到光明。61岁陈主任嘛，曾经因为照顾妈妈，生活陷入黑暗。古大桑，乖乖吧，早囝会好啊陪你，你放心，好吧？口气真温柔，我伫妈妈身边讲话，身为厝内上细汉的查囝，伊嘛是甲妈妈感情上好的。10当前，妈妈跋倒了后行动不便，就由伊担起照顾的担当。妈妈一次我跟她换尿布的时候，妈妈比较亲切，她就说跟我讲说，啊，歹势啦，互你干那咧搞换药珠啊，搞哄胎，啊无我来洗洗的好不好？这样子，我就跟妈妈讲，妈妈，安尼啊，你饲我大汉，你饲我大汉，啊，我今仔日甲你换药珠啊，这算小事尔，无要紧。一直到去年90多岁，妈妈中风，多子赛主任甲哥哥做伙负担安养机构费用。但是今年哥哥因为癌症过身，主任无能力，搁再支付大笔的开销，伊辞掉工作，专心照顾妈妈，人生却因此坠入板凳深渊。在家里面照顾妈妈，可是我还有经济问题。那时候真的，我想到一点，带妈妈一起走，买老鼠药，我也买了。因为身边没有半个可以让我支撑的人，所以我才会有这个念头。其实已经蛮久了，想带妈妈一起走的念头，其实已经蛮久了啦。因为阿嬷哈，她都卷得很厉害啊，所以你翻她的时候要小心。58岁基护员过月教育服务，就亲像一场的急事号，帮主任的妈妈清洁身躯、灌洗翻新大卡架。予主任上实际的帮助，每天早时1点半钟，加上拜到拜五暗时1点钟的居家服务，也有定期居家医疗，主任总算袂搁再孤立无助。自从申请到居服员到宅服务后，大幅减轻了陈子玲照顾母亲的压力，不但有了多余的时间可以和朋友聚聚，更重拾了热爱的厨师工作。我们的居服员帮妈妈照顾得好好，有耐心有爱心，我放心了，所以我又重回职场。一个月4000的长照开销，对已经有稳定收入的主任来讲，未造成上大的负担。对垃圾上头小的在职的照顾者，到放弃工作的全职照顾者，再搁在中心等来到职场，流山中年变回车工中年，伊深深感受。过去就是我因为害怕，但今天接触到了长照2.0这种那么好的配套措施，我认为说大家一定要相信。因为在这些聪明照顾者中，大概他有几个特质。第一个是他主动求助，不懂就问，然后见招拆招，多元混搭。他们都有共同的特质，就是他们的弹性很大，他们保留了弹性，而且愿意去向外去求助的这个特质是很难得的。主任甲中医拢是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评选出来聪明的照顾者，但是中医已经退休，主任是当时较春秋性的多姿赛，才会当适用时数有限的长照服务。若是厝内已经有倒伫病床的重度失能者，一般上班族要怎兼顾工作甲照顾？那有一些比较重度的一些失能，它必须要有持续性的。我强调是要持续性的照顾服务，很密集的。对，这是现在目前长照2.0很难提供的。那大家都知道，比较持续，有一些比较能够提供持续性的照顾服务，就除了聘请移工之外，可能就是要送机构。这比较。这2块都是目前长照2.0比较缺乏的。目前台湾有将近80万的失能人口，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统计。平均每一个失能者必须要用9点9档的时间来照顾，因此每档依然有13.3万人离开职场，加做全职照顾者。专家学者指出，长照政策登记以来，代替机构甲移工，地区长照2.0覆盖率一直拢无起色。我们如果看到就是立法院他整理的107年之前，
的一些统计，卫福部的一个统计，他发现，其实在76.5万人的一个失能人口中，其实只有18万人有使用政府的长照服务，那个覆盖率才23.61%，大概还不到1/4。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秘书长陈经理建议，身为家庭照顾者，尽量唔通把责任拢家己担，嘛会知影运用身边的人民适时自救。你有没有一个名单？你有没有一些求助的自己的亲朋好友名单、社区的名单可以打电话的？好，所以在正式资源跟你自己建立这些亲友资源之间，为自己建一道保护墙，然后在任何需要情况下会比较容易去应付。长期照顾是一场看袂到尽头的马拉松，家庭的不断在混乱期、适应期、稳定期，甲病情变化中打转。被照顾者对衰弱、轻度、中度、重度适应，一直到我离开世间，什么是上好的照顾计划呢？无标准的答案。陪伴相爱，厝内人，走完生命最后一程，无留遗憾，是每一个家庭照顾者上界深切的期望。但是，身为照顾者，嘛要学晓盘点、整合可用资源，寻求援助，才会当支持家己更好的力量，完成这场爱的马拉松。